哎，杨康，杨康，回家吧。你再走下去，万一累死了，他明天早上回来，那怎么办啊？你说是什么样的男人把他带走了呢？肯定是好人呐。这没看出来，你还是个杞人忧天的人。这不是还没出事吗？你别胡思乱想啊！哎，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是出事儿了，你在这瞎担心，也什么用都没有啊！哎，得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。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吧。如果今天小桃真的出事了，我也不活了。记得帮我照顾爸妈。说什么呢？我是你前女友，又不是你前妻，凭什么帮你照顾啊？真没看出来，原来你这么爱小桃，比那会儿爱我还爱她。杨康，你就听我一句，他肯定会没事的啊。雷小桃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起来！喂，快点起来！吵什么吵啊你？我问你，这哪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是我家。昨天晚上你喝醉了，我好心把你带回来，然后你就自己滚到我房间里来的，你懂吗？你明白吗？喂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，整理好你的衣服，你可以走了。喂，门在那儿啊！什么人呢？喂，洗手间在哪儿？洗手间。自己找。哎，什么人嘛？哎，叫儿子出来吃早点了啊！都几点了，还不起来？肯定是昨天晚上又通宵上网了。杨康，杨康，怎么睡那么死啊？他不在。哎，这儿子现在总是早出晚归的啊。回来了。妈，我不活了！哎呦，我看看，哎，儿子，怎么了？小桃不见了。爸。小小的屋檐挡不住雨点，情划过指尖，抽上了心间，飘落的谎言暗示着哎呀，你快点，人家浪漫的事都是提前做好的。马上啊！快点嘛！在昨天转身的瞬间，睁开眼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吧！哇！再多的不舍，如果今天小桃真的出事了，改变曾经的信念，
我是你好朋友的丈夫。联系上了吗？联系上了，他爸说杨康多想了，小桃根本没啥事儿。行了，你再给他爸打个电话，让那个什么桃花赶紧回来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小桃这会儿根本不在，她根本就没回家。什么？来，徐姐，把卧室里边床上的东西全换了。全换了？对，全部换。床单、床套、被褥、枕头，还有地毯，统统全部换掉。哦，你怎么不把房子也换了呀？徐姐，记住，整体消毒，干干净净，一定要彻底。是。我看需要消毒的是你的心肠吧？你还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呀？快点离开啊！我知道我喝醉了，可是我喝醉了关你什么事儿？凭什么把我带回你家？那我喝醉了又关你什么事呢？那你凭什么又把我带去你的家呢？那不是我。行了，我不想听你解释了，你快点走吧。先生，有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解释清楚。那碗我已经买断了。什么叫买断了那碗？你以为你很有钱啊？买断了那碗，你怎么不买断那天呢？看看你被女朋友甩的碎样。你说什么呢？是我救了你啊！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就你这副自大狂的样子，怪不得找不到女朋友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找到女朋友，也是被甩的份儿。出去，立即给我出去！你以为我想待着？洁癖狂！我告诉你，你干脆死了得了，活着害人，死了害鬼！哎呦，祖祖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哎，你去哪儿了？啊，我给你打了1夜电话，你都不接，你去哪儿了？你说句话呀！哎，杨康都快急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不跟你说了，我得回家一趟。哎，回哪个家？回杨康家？对啊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你回他家，万一跟他吵起来怎么办？我又没做亏心事儿，干嘛怕他呀？再说了，这么点小事我就怕他，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？我走了，拜拜。他真是勇者无畏，牛。哟，知道回来了。哎，你看看，你把我儿子折腾成什么样子了？瞪我干嘛？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啊？哎，雷小桃，我问你话呢。雷小桃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啊？婆婆，这是我的隐私，您不能问。隐私？哼，你都跟我儿子结婚了，还有什么隐私啊？我是跟你儿子结了婚了，但是我们双方有约定的，而且我们有共同的法则——雷氏公约。什么？这雷氏公约呢，就是我们双方约定的一个共同法则，而且我们都是按了手印的，必须遵守。我跟杨康是结婚了，但是他有他的私人空间，我也有我的呀。荒唐，真是荒唐。行了，我不管你什么公约母约的，我只想问你，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婆婆，我都说了，这是隐私。隐私呢，就是储存在私人空间的东西。这种东西连杨康都没权过问，何况是您呢？何况我？哦，好，行。哎，雷小桃，我想请问你啊，你眼睛里面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婆婆？当然有啊，要不然我浪费这么多口水跟您解释什么呢？哦，你这是解释啊？哦，你是在跟我解释？你这是哪门子解释啊？好啦，我上班了啊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我儿子可是找了你一晚上啊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李小桃，你。
为什么没经过主人的允许就跑到这儿来了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了？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。我知道错了，我跟你道歉。谁都会犯错，总得给我改正的机会吧。现在不是给不给机会的问题。头儿，干嘛呀？头儿，吓死我了！去哪儿了？你以为我被他们吃了？啊，那倒不会，我女儿的能力我当然了解了啊。不过你晚上没回来，可真把我给吓死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找了赵哥他们一圈，这帮人好像也人间蒸发了。这是蒸发了还是煮发了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我只知道我亲爱的爸爸从今天开始自由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想知道一分外债都没有的感觉吗？想，做梦都想。好，那今天嘞就满足你这个愿望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女儿我已经把所有的外债都还清了。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只是太着急，想确定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。现在有答案了吗？我知道你心里有我，我知道你只是不善于表达。从小到大，没有人像你对我这么冷漠，他们都会想尽各种办法向我示好。只有你，我现在知道了，只有你，才是独一无二的。你现在知道太迟了。确定要嫁给我？回答我。是的，我就是需要确定你的心。恭喜你，你让我也确定了我的心。取消婚约。转身的瞬间，你近在眼前。杨康，岳父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说杨康，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啊？我睡得着吗？我，你看，我看看，我这胳膊腿儿不全部健在吗？你急死我了！说，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？杨康，你瞎急什么呀？我家小涛不会有事的啊！放心，我给你们做饭去啊。你说呀，去哪儿了？你知道昨天晚上啊，我快把那个夜店翻遍了都。我这不是办事儿去了吗？办事儿？办什么事儿？半夜呀啊！你看我现在不是没事儿了吗？走，做饭吃。吃什么吃啊？我就要知道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。喂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谁说你做见不得人的事儿了？我就是要知道你去哪儿了，干什么去了。喂，我说杨康，你管得着吗？雷小桃，你别忘了，你已经是结了婚的女士了。结了婚又怎么样？结了婚就没有个人隐私权利了吗？你干什么去啊？啊，又想跑？我给我爸做饭去。雷小桃，你过来，过来。雷小桃，我不想跟你吵架，也不想跟你讨论什么权利，我就是想知道昨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，去哪儿了？我问你，相信我不？相信。既然相信，就什么都不要问了。在结婚前，公约里都说好了。去他的公约！我就是要知道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。梁康，你今天跟我轴上了是不是？你看不出来我今天不想说吗？看出来了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所以我才问你啊。啊，昨天晚上我疯狂的找了你一夜，你这突然回来了，我问问是正常，但你不答就非正常。你的意思是说我干了非正常的事儿？你到底干了什么事情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姓杨的，怎么了？如果是好事，你为什么不说？为什么？你别跟我用激将法，我今天就不说。就你这个态度，我今儿就不说了。
你不跟我说的原因跟我的态度没有任何关系。雷小桃，你今天要是不告诉我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，怎样？你想怎样？岳父，你帮帮我！一个女人彻夜不归家，作为她的丈夫，我问她不应该吗？我怎么有蚊子？大白天的，真是。哎，你今天死活不说是不是？是。你不说就以为我不知道。你昨天晚上跟一个男人走了，还喝醉了，是不是？是又怎样？你凭什么这么问我？你谁啊？我是谁？你脑子坏了？我再提醒你一次，我是你丈夫。有你这么当丈夫的吗？我只是一夜没回，你就跟捉奸在床似的。我是跟别人睡了，怎么着？你管不着。什么？雷小桃，我今天非以丈夫的名义，好好的教训教训你，跟我走。你放手，放手！哎呀，今天我非灭了你！啊！雷小桃，你疯了！疯了你！我今儿就是疯了，我就是疯了！哎哎，你别，你疯了！你疯了！我就疯了！哎，打吧！你真疯了你！打吧！哎，再打几回就散了啊！转身的瞬间，你近在眼前。行了行了，别叫了。妈，你轻点儿。还知道疼啊？疼死活该！哎，妈，我的心都够凉的了，你还在那儿泼冷水。自找。大人的话你什么时候听了？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你！回什么头啊？这夫妻吵架是很正常的事儿，我就不信你跟那个老头子没吵过架。吵架是正常的，动手就不正常了。啊，你结婚才几天啊？啊，出手就那么狠，还让不让你出门了？我也打他了，那是他该打。哎，没想到你还是梅超风的后人啊！你少损我啊！今天姑奶奶不爽，很不爽。哎，你那九阴白骨爪把人抓成什么样了，还不爽？我真后悔，我没彻底毁了他。雷岛主，别雷我了，昨儿谁说那是你丈夫了？休了，立马就给休了。你干嘛？哎，杨康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如果是他来的电话，不许理他。喂，死杨康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要休了你，我要跟你离婚。真的吗 ？Oh my god！ 那我得去买礼花庆祝。死杨康，你给我记住了，明天9点，民政局等你。得嘞，不见不散。不来的是白痴，反悔的是智障。哎，他说什么？妈，给我买挂鞭炮去。切，不过年不过节的放什么鞭炮啊？庆祝我离婚。老了，跳不动了。年轻的时候也没见你怎么跳啊。哎，咱们走吧。走？不是吧？再多一会儿就走啊？你别吵着玩啊。不是，我刚才看见我爸的债主了，我怕呀一会儿惹事儿。哪儿呢？不是已经不欠他们了吗？
是不欠了，可是那帮人说话算话吗？而且啊，没准昨天是喝醉了，胡乱答应的，那不死定了。也是，走吧。我又看到那个帅哥了，好有缘分！缘分你个头啊！他就一白痴。哎，咱们走吧。我不，再坐会儿。我看他女朋友长什么样，他一个人哎。你花痴啊！哎，咱们换家夜店，我陪你，你打帅哥。你当妈妈的呀？我不，我看他在等谁。那我走了。又怎么了？哎，怎么是个男的？啊，原来等的是个男的。这帮混蛋，神神秘秘的干什么呢？不是吧？哦，我明白了。我觉得他们一定在进行什么秘密的交易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不是毒品，就是军火走私。电影看多了吧你？喂，您放心。喂，有点吓人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不行，他们这些人可是社会的败类，我一定要抓住他们，交给警察，这样我跟我爸就安全了。你这为民除害还夹带私心呢？那当然。哎，快去！哎，他太危险了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哎。姓罗的，你真够卑鄙的！卑鄙？别的东西你比不上我，这一点我比不上你。姓罗的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，雪儿不会放过你。还真够男人的你！我知道你为什么敢碰我的女人。你以为你了解我？你以为我会对你不屑一顾？你以为太爱干净的我会懒得动手打你？不，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郑明磊，我告诉你，玩我的人要付出代价。我什么也没看见，你们接着玩啊！小强，给我起来！走！干嘛呀？站住，别跑！快点，快退！放开！老总，这个他是你带来的吧？不是，不是，那我们就自由处置了。你敢？请随便。走，坐下。老实。臭丫头，胃口不小啊，一口气喝掉我5万。不是你们让我喝的吗？我现在后悔了。小强，哎，带走。带哪儿去？你知道的。走！你们干嘛？走！放开！起来！干嘛呀？
走。放手！吃点。放手！放手！罗总，您怎么个意思啊？哎，喂，干嘛呀？大哥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走，还有的玩。如果你想和那帮人走的话，请随便。他们才不会拿我怎么样呢，他们只是吓吓我。那你回去。那你放手啊！喂，知道他们把你抓过去干什么用吗？你们根本就是一伙的嘛，我怎么知道干什么呀？他们把你抓去会分类。分类？分什么类嘛？第一类是好看的，会有特别的用处，这一点你就不必知道了，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谁稀罕呢？第二类就是不好看的，会卖去当佣人。第三类就是你这一类。我这一类什么嘛？我还算长得可以的吧？可以，相当可以，拿去喂猪有什么不可以？转身的瞬间，你近在眼前。哎，在那儿呢！哎，快！快点！太有才华了。嘘！哎，就在前面。吓死我了！笑什么呀？你怎么那么逗啊？我这不是请保安保护你了吗？你还笑，都吓死我了！我笑你，救人的速度也忒快了点吧？就那4个人还是我求来的，其他的人都还以为我神经病呢。你该不会告诉别人我是被贩卖军火的老大给绑架了吧？没有啊，那就好。我说的是，你被贩卖军火的黑社会老大绑架了。什么？你还笑，都吓死我了！赶紧接你电话吧。哎呀，喂。这个没心没肺的东西，我难过到现在，他居然还笑得出来。说话呀！谁啊？贩卖军火的老大？我前夫。要离趁早离啊，后面还有人排队呢。去，谁要谁拿去呗。说真的，杨康熙里面只有我雷小桃，谁拿去也没用。切，这年头谁还在乎心呢？只要留住人，就是留住一切。你那是小三儿的理论，误学。唉，我那短暂而脆弱的婚姻呢？不是吧？还真离呀？跟结婚比速度啊？哎，我说你结婚那么冲动，这离婚可千万不能冲动啊！我结婚可没冲动啊！你连冲动都没有就结婚啦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现在让大家冷静冷静也好。明天干嘛去？大热天我那是忘记呢。
不是不知道，我说的是晚上。哎，我明天去面试，如果顺利的话，晚上吃完庆祝去。又是应聘哪家餐厅啊？我应聘的可是正经工作。真的假的？什么公司？一家网络公司啊。加油，没问题。来。雷小姐是吧？是。你是不是找错公司了？没有啊。你这一连串的外卖工作经历，跟我们这招聘总经理助理有什么关系？关于这方面我是这么想的，在工作方面呢，以我的能力胜任起来绝对是小菜一碟。你倒蛮自信的吧？这不是自信，是说实话而已。你既没有相关的工作经历，又没有相关的学历，就算我想录用你，拿什么来相信你？这理由也太多了吧，我随便跟你说3条啊。这第一吧，你们招聘的是助理，这助理呢就是管好老板的生活和工作。我给我老爸当了20多年的助理了，经验太丰富了。这第二嘛，你们招聘的是秘书，秘书呢就是替老板管理和分配公司的大小事务。我这个人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超强，只要跟老板跟2天，我呀秘书的工作绝对拿下。这3呢，秘书跟助理你们得找2个人，这2个人呢就得拿2份工资，用我1个人呢只要1份工资就行了，而我又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。雷小姐，你是不是把我们这儿当成自由推荐市场啊？大家都不认识嘛，我这推荐一下自己，就想让你们多了解我一下嘛。对于你的优势，我们已经很了解了。回去吧，等我们的电话。那我通过了。我说了，回去等我们的电话。OK。一个电话都不来，你还真去离啊？喂，雷小桃，杨涛跟你在一起吗？没有啊。你没骗我？我骗您干嘛？他又一晚上没回去啊？他跟你吵架回来后，半夜突然出去了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那你给他打呀？这还用你吩咐？怎么打都不接，他就是在生你的气，你立刻给他打。问他在哪儿？哎，什么态度嘛？明明求我办事儿，哼，反正都要离了，我就不打。干！已经倒了2个了，别再喝了啊，哥们儿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相信我一句话，这辈子千万别早结婚。这个道理谁都知道，就你不知道。杨康，这个女人不收拾她，她就上房揭瓦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什么？那还等什么呀？休了他呗。杨康，你在哪儿？叫什么魂儿啊你？我告诉你，我得亮亮你。亮你个头啊！在哪儿？哎呦，敢骂我？你敢骂你老公？你喝酒了？在哪儿？我在火星上呢。姓杨的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你妈喊你回家吃饭。前去吧，你妈喊你回家吃饭。小嫂子，杨康喊你回家离婚。怎么跟你嫂子说话呢？开个玩笑，不行啊？不行，
你扭什么扭啊？啊？我说了不行啊？我说了不行，你就是不能说。你放开！你，哦，好好好，我知道，婆婆，我知道他在哪儿，我马上把他带回去啊。嗯，好好，拜拜，再见。你错没？错没？你疯了你！好，我错了。杨康，你太他娘见色忘友了，以后不能跟你一块玩了。你走啊！滚！我滚！滚！等着，还不稳？滚！姓杨的，你死定了！怎么，又想你那个儿子了？什么叫我那个儿子？不是你儿子？哎呀，你发什么火啊？哎，我这叫发火吗？啊，没发火。怎么，还是要出去找工作是吗？对，我去找找工作，多多少少也能挣点，总比待在家里强。再说这杨康啊，找了大半天的工作没找着，他呀，倒把婚给结了。我这一年到头啊，累死累活的，总以为等他大学毕了业就能熬出头了。什么是熬出头啊？啊，叫，那才是熬出头。去你的！快点！转身的瞬间，爱已经不见，曾经的信念那么遥远。几点了还不回来？就知道吃现成的。来了来了，回来了。妈，怎么了？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哎，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？啊！